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要常伫我的喙内。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。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，三甲高举伊的名。这时咱做伙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58首，圣诗58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愿荣光归阮永远的天父，你找独生的圣囝耶稣来到世间，互阮对着主耶稣得着活，通过福音对阮显现活命甲永生，佮用疼充实阮的生命。阮即个时阵来到伫圣殿，要吟诗学乐你，愿荣光归伫你，万福源头好事好物对你来。今仔日，阮实在足欢喜，有真侪受到你拣选的兄弟，要伫上帝甲正会友的面前，通过牧师来洗礼，成做主的儿女。感谢主，因为阮看见侪兄弟的关怀、扶持甲陪伴，互因今仔日要领受因这一生上好的礼物，就是迎接主做因的救主，成做主的囝儿，一生蒙福，得到永生。恩典满满的人生，通永神益人，总是至善佮怜悯的天父。我嘛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，告别阮的心思。阮常常充满着罪性，也常常得罪人。有时阵有意无意中间伤害着人，有时嘛受到真侪的伤害。有时阵阮也会袂记得着你的疼，浪费你予阮的恩赐。我也常常对年头就定足多的计划，我要做1/10的奉献，我要服侍主，我要昆读圣经，我要参加祈祷会，我要做主欢喜的工。但是每一摆到伫年底的时阵，阮着做的工无做，着守的诫命也无去遵守，
有时因为所祈祷的事无成就，甚至会埋怨上帝。有时阵嘛离主远远，阮有时阵也失去同情的心，失去疼心，敢若关心着家己的事，恳求怜悯人的主赦免阮遮尔多的罪过。过去一年久来，也有侪兄弟姊妹的家庭有亲人来死失，也有拄着困难的，也有讲袂出的艰苦的。过去所受一切的苦难，阮知影，拢是主为着要训练阮，互阮搁较更加坚固，要搁互阮搁较愿意将主权交互主来掌管，搁较愿意顺服主。阮也有看见，阮有侪过去一年中，也有受到上帝你真侪的祝福的兄姐，因敬畏主，遵照主的话去行呀。通亲像圣经所记载，领5000的，领2000的，因搁较拍拼，主要搁互因加倍的祝福。但今仔日，我要迎接阮一年久的结束，要结束，要搁迎接新的年。阮所敬听杨新泽牧师要传讲主的信息的话，互阮用心来领受，通来服侍主，通照主的话去行。互新的一年，阮所要做的事，一切通换新，一切顺服主，就通蒙祝福，通荣光主你的圣尊名。主，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。我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永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你的意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平安无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就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的日时，就叫阮发现迄个歹的，因苦、愿力、荣光，拢是所有，代代保证。阿门。这时阵，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圣诗后壁面39篇，启应文39篇。我搁看见有新的天，新的地。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出伫天，对上帝降落。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，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。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。无搁再有死失，也无搁再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。坐伫讲我换心万美，佮甲我讲已经成了，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，是起头的，是落尾的。得胜的人要成接者的。这个时阵，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献诗。
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8节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。我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搁有。搁看见圣城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，对上帝降落，已经被办变，亲像新娘装他来听候伊的丈夫。第3节。佮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，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，因要做伊的百姓，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，来做因的上帝，佮要甲因的目屎，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，无要佮有死失，也无要佮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痛。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第5节，坐伫座位的讲，我换心万美。佮讲，你着写伊，因为这的话是通信，是真实。佮甲我讲，已经成啦。我就是阿利法甲欧米伽，是起头的甲落尾的。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，互喙焦的人啉。第7节，得胜的人要先接这的。我要做伊的上帝，伊要做我的囝。若是遐个小胆的、毋信的、可恶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甲拢总白贼的人，因的份额是伫迄个用火甲硫黄的烧的湖，即个就是第2摆的死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即个时阵，咱要请杨新造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。请咱安静来领受。各位主内敬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日有机会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已经是2014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咱搁过几日，特别进入到2015年。相信伫过去的一冬内面，咱有领受上帝侪恩典，甲咱三个伫地。兼且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也有拄到困难、拄到挑战，总是咱嘛经历上帝无放下咱，上帝有愿引带咱。伫分享的大心，咱要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主日的透早，你去互阮三个组织，通做伙来敬拜你，做伙来服侍你。阮即时也要做伙通过你的话来更较侪认捌你，要恳求你的信心，甲阮三个伫地，来开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互你的话通真实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，来改变阮，互阮的生命真正通成做你所欢喜、你所祝福的。主，阮将阮今日的分享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甲阮三个伫地，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大心要来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毋知你对新的物件，还是新的代志，你的反应是甚物？你的感觉是甚物？你是会想要去接触，想要去试看卖，还是你会拒绝这个新的物件？新所代表的，通常是改变，是一个机会。所以大部分的人，其实对新的物件、新的代志，咱拢会有一个期待，咱拢真介意新的一个物件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新伊嘛代表挑战，代表无确定。所以当咱在面对一项新的代志、新的物件时，我想咱有这款的心情，一方面期待，一方面嘛有烦恼会惊吓。咱台湾特别伫咱台北市，伫11月底，咱有通过选举做一个新的决定。我毋知咱伫迄日咧看即个开票的结果了后，咱的心情是啥款？我第一时间的心情是真欢喜，因为长久以来期待改变，真正成做一个事实。总是过几工了后嘛，渐渐有一个心情，就是小可会烦恼，因为我渐渐知影，即个新的改变并毋是着一帆风顺，后壁还佫有侪的挑战，侪努力需要去做，所以侪代志要安怎发展，咱其实并无完全的把握，所以几工了后，检测心情就变做小可有烦恼，小可会惊吓。所以我想，咱侪时阵，咱咧面对一件新的代志、新的物件，咱的心情大部分拢有即款真复杂的心情。一方面真期待，一方面佫惊受到伤害。
伫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内底，咱会当发现新是这段经文一个真重要的主题。这段经文内底新这个字出现几若摆？我想伫今日这个新的一章要来的时，咱来看这个主题，看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。咱要做伙通过这段经文，做伙来思考上帝伫圣经内底应允咱的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是啥物款的意思，以及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内底好好来准备咱家己，备办咱家己的性命，互咱的性命通成做上帝所欢喜、所祝福。伫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有人甲伊认为是启示录内底上界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有讲到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主题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主题通讲是规本启示录的一个所期待的一个时刻，甚至咱会当讲规本的圣经在给咱引出来的，就是期待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这个时刻的来临。新的天、新的地也通讲是上帝创造咱人类迄上界起头的计划的一个实现。原本上帝创造迄个美好，互人的罪恶来破坏，总是当新的天、新的地来到的时，上帝原本迄个水的计划要来得到实现。相似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也是久长以来伫上帝百姓的心内一个足深的愿望的实现。所以咱今日所看的这个经文，使徒约翰伊向咱所显明，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这个画面，通讲是上帝救恩的计划的压轴戏的最后的一幕完结篇，而且咱会当确定。整个上帝救恩的计划到这会做一个结束，无阁有续集。所以这段经文伊之所以会当这么重要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伊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：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接下来咱就要来看咱今日的经文内底甲咱有啥物款的教导，互咱通做伙来学习。但先咱若咧看启示录的时，咱检查有一个印象，启示录无真好读，因为内底的话、内底的言语、文字有真侪是象征性的、象征式而且语言，咱真学得照字面来了解迄个意思。另外一方面，启示录内底所记载这话，侪是讲到将来咱这个世界要拄着的代志，要拄着的灾难。也互咱看到耶稣基督伫最后要过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在读的时，检查咱心内也有一份的震动。但是我想，当咱若是看到启示录21章、22章的时，我想迄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感觉，因为21章开始到22章所描写的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情景。含头前遐要带来的灾难、大的苦难是完全无共款。使徒约翰第21章、22章内面，让咱显明上帝为这忠心的信徒所备办迄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是偌尔啊水的一个所在，偌尔啊好的一个世界。我相信这款的经文、这款的话、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款的景象。一定互当时这基督徒，也是当时这教会，当因拄着困难、拄着真大压迫的时，互因真大的鼓励，也互因定心得着气力，会当伫这款的困难甲挑战内底，定心来坚持落去，忍耐到底。新的天、新的地的这款的想法，通讲毋是简单出现伫启示录内底。咱注意看以赛亚书。一个经文65章的17节，旧约以赛亚书65章的17节，伊安尼讲：看我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前的事无搁纪念，也无搁追想。伫旧约的先知书内面，就已经有预言，将来上帝要通过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带来一个完全的改变。旧的代志打过去，拢要成做新的。伫启示录所用新的这个字有真深的意涵，伊所指的是一个完全、
连本质拢完全无共款的改变。所以，若对这个角度来看，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会当讲是上帝第二摆新的创造。讲到创造，咱可能会马上会想到，就创世纪一开始第1章第1节的经文。原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实在是规本圣经的上开始的第1节。咱今日所看的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上帝第2届的创造，规本圣经的上界后面，咱就一个伫头前，一个伫后面，做一个真好的对照。上帝第1届的创造，上帝第2届的创造。咱知上帝第1届的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原本是一个真美好、真完美的世界，总是因为人类的犯罪，这个世界受到破坏。人和上帝原本迄种真直接、真亲密的迄款的关系，嘛来失落。总是对咱今日的经文，咱要看到，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上帝第2摆的创造内面，迄款世界要得到更新，人和上帝迄款失落的关系，也要重新来得到恢复。这是咱伫今日的经文的一开始，咱所会当看到的。而且真特别，咱若看咱今日的经文第1节的上界后壁，第1节除了讲到天、新的天、新的地以外，伊阁讲到一个海。海伫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，毋是像咱的想象嘛，有一个新的海。第1节甲咱讲，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环境、这个世界内面，海已经消失。这个观念和犹太人因的传统的想法有真大的关系。伫犹太人因的传统、因的想法内面，海是代表罪恶，海是代表一个无法度控制的一个所在。所以才讲海也无阁有，这代表伫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上帝新创造的这个世界内面，罪恶是无阁存在。这是一个完全圣洁、完全属于上帝的一个世界。伫接续第2节的经文，伊也有讲到新的耶路撒冷。咱拢知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因圣殿所在的一个所在，是代表上帝的临在。同时嘛是犹太人因政治甲宗教的一个中心。总是咱若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的历史，咱就知地面上的这个耶路撒冷，伊嘛无完全嘛是会败坏的。伫咱今日的经文第2节所讲到，要阁有对上帝遐来一个新的耶路撒冷，这所代表的是一个上帝完全掌权的一个所在，上帝所完全掌权的一个国度，是上帝为着所有最后会当得到胜利、得胜这个信徒所准备一个所在。伫接续的第3节到第4节，使徒约翰伊向咱显明，新的天、新的地、新的耶路撒冷内底的情景是甚物款？伊进一步甲咱讲，约翰伊讲，伫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也是讲新的耶路撒冷内底，上帝要甲属伫伊的百姓三甲徛起，三甲伫地。伫遐人和上帝的关系重新来得到恢复，上帝和伊的百姓的中间无阁受隔开。会当直接来面对面。而咱的经文讲，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。咱知影这个会幕伫旧约时代，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，百姓要敬拜上帝的所在。所以这个会幕是代表上帝的临在。伫旧约时代，伫早前的时代，百姓袂当亲近这个会幕的所在，但会当远远来看。只有大祭司会当一当一届进入到这个上界内面的所在，代表上帝和人中间是有一个距离，无法度真直接来面对面。总是伫咱今日的经文内底看到，这个情形要受改变。伫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，人和上帝的关系是真直接的，是会当面对面，无阁有隔断的一个情形。我想这款的情形，这款的改变。就那亲像咱阁转去到上帝一开始所创造迄个爱甸路园共款，人类还未犯罪进前，人和上帝是直接面对面的。我想人和上帝会当有一个新的关系，一个更较亲密的关系、和好的关系，
这是圣经内底一个真重要的主题。咱看到这个主题，伫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内底，得到完全的实现。伫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，人和上帝重新建立一个真直接、真亲密的关系。伫这个新的世界内面，咱的经文嘛，甲咱讲，无阁有目屎、死实、哀伤、嚎叫、痛痛，这些负面的代志，拢已经除去。咱人生命内底所拄着一切苦难，也咱因为这苦难所发出的对上帝的疑问，也拢要来得到解答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13章的12节，伊有安尼讲：因为咱单对镜在看，模模无明，但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。我单所在无完全，到迄时就知，亲像我互主知一样。保罗讲，咱要搁伫这个世间的时，咱有做代志，咱无法度完全了解。总是当有一日，咱到上帝为咱备办迄个新的天、新的地去的时，来当和上帝直接面对面，咱人生所有的苦难拢来消失，咱人生所有的疑问拢会当对上帝遐得到一个真好的答案。伫前半段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的前半段，第1节到第4节，使徒约翰伊用咱来显明新的天、新的地迄款真水的景象。伫后半段，伊要进一步来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：什么款的人会当进入到上帝所备办这款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，领受这个永远的福气？我要分3个部分，咱做伙来思考。第先，咱要做伙来看咱的经文第6节的后半段。第6节的后半段，伊安尼讲：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焦的人啉，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咱通知影，这所讲的喙焦，毋是咧指咱肉体也无水通啉的迄个喙焦。这咧讲的喙焦，是人的性命对上帝迄款的渴慕，望会当更较深来认捌上帝迄款的心意。上帝讲，即款的人心内喙焦，感觉家己喙焦的人，才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活命的水泉。这嘛会互咱想到，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6节，主要所以安尼讲：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我想这是对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。只有心内丧向、心内渴慕上帝，较无要来超找上帝，搁较侪认捌这位上帝的人，才会当伫信仰的道路顶面不断来学习，不断来成长。就那亲像一个囡仔，伊若甲伊的喙合起来，无愿意食饭，那爸爸妈妈虽然足愿意将好的物件互伊，总是伊嘛无法度能得到接受。我想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咱是不断在学习，不断在成长。咱若感觉咱啥物拢会晓，啥物拢知影，那呢，咱只有是停留伫原位，甚至是退步那定。过来，咱要来看第7节的经文，伊安尼讲：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。这所讲得胜的，是咧指会当伫世上逐款的试炼甲苦难内底赢过的人，得胜的人，对头到尾会当坚持因的信仰，无因为这困难、这挑战来放弃信仰。我想这经文对当时咧读这基督徒来讲，因就是必须要忍受对整个社会来的压力甲压迫，甚至因要坚持因的信仰的时，就要来牺牲因家己的性命。这是对当时的信徒是这款的情形。那对于咱今日咱每一位来讲，咱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，咱嘛必须爱伫这个充满逐款错误的价值观的这个世界内面，勇敢来坚持圣经的真理。勇敢来坚持咱的信仰，做对的代志，通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为主来做一个水的见证。而且咱嘛知，咱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，所倚靠的，毋是咱家己的气力，毋是咱家己足坚强的这个意志力，咱所要倚靠的是圣神伫咱的生命内底，甲咱的同在。圣神所予咱迄款的气力，对上帝来的气力。
这是咱会当成做一个得胜的人，会当得到上帝互咱这个真水的产业，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项，咱就爱成做一个较无上帝的性命，常常即款较无上帝的心。第二项，咱就爱成做一个得胜的人，成做上帝所欢喜的。第三项，咱要做伙对第8节，对今日经文第8节，咱来看。第8节的经文，伊对反面，对另外一面来讲，什么款的人是无法度通进入到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？什么款的人是无法度得到上帝这款极水的应允的？伊讲，小胆的、毋信的、可恶的、害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甲拢总白贼的人。以上所讲遮的，拢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。我想，这嘛甲咱提醒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属上帝的人，咱得爱常常用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真理来检验咱家己的性命，看咱的性命内底是毋是还佫有甚物代志是上帝所无欢喜。若是有，咱就挖靠上帝的开力，挖靠信心的开力，将遮个来除去。若无圣经讲，有遮个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伫咱的性命内底。咱就必须要经历第2摆的死，这第2摆的死所表明的，就是人和上帝永远的隔断，人和上帝的关系永远来断绝。今日这段经文，互咱通看到，上帝为所有忠心跟对伊这百姓所备办的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世界是偌尔好。总是检查咱来想。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新的世界，是爱主耶稣伊过来时，才会完全实现。检测是离咱真远，咱毋知影什么时阵才会来。我想这无毋对，咱其实毋知影迄个确实的时间。总是有一件代志是咱有法度确定的，就是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应允，有一日一定会实现。因为伫咱今日的经文内底有安尼讲。这个话是通信，是真实。上帝的话是通信，是真实的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安尼应允咱，就一定会安尼来成就。但是最后，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新的天、新的地完全的实现，检测离咱真远，也佫有一段的距离。总是对另外一个层面来讲，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个新的世界。这个新的生活方式，其实也是咱即摆基督徒伫咱每一日的生命内底，应该会当去经历的。只要咱常常像咱拄则所讲，保持对上帝一个较无的心，较无来敲找上帝，敲找搁较济来认捌上帝，也咱努力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咱的生活内底，面对逐款的试验甲挑战的时，会当坚持咱的信仰。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也常常用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真理来检验咱的家己的生命，对咱的生命内底，将这无属的上帝、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来除去。那安尼，我想，咱的生命就当伫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这款新的生活内面。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无佫简单是留伫远远的所在，离咱真远那点。咱等下分享了后，要吟的首诗349首，伊的歌词就是对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来的。检测有人咧吟的是会感觉，这首诗呢像是通常伫个别式的时咧吟，但是我想，咱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天堂的祝福、新的天、新的地的祝福，毋是简单伫咱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，咱才会当来享受，才会当来经历。这款的生命，这款新的生活方式，其实是伫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内底应该去经历的。我咧准备今日的这个主题时，其实对我家己嘛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因为咱知我的名内底就有一个新啦哈，所以这个主题和我的名、和我的生命嘛有真大的关系。我的名是对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出来的。所以，若有人踮伫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拢变做新的。
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拢是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是上帝重新创造过。咱的生命和咱过去的无个同款，咱要得到对上帝来遐一个新完全的生命。特别今日咱真欢喜，有侪兄弟姊妹要通过洗礼来成做上帝囝儿，来进入教会这个大家庭。我要提醒咱，会记得咱今日伫上帝面前，和上帝所立这个真重要的约。这个约要成做恁生命内底真重要的一个记号，也要成做恁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，要互恁会当得到对上帝遐来新的天、新的地这款极水的应允。也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，咱会当搁一摆伫上帝面前来立志，我要搁较济来超找上帝，我要搁较济忠心来跟对上帝。我相信，咱的生命要活伫这个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，上帝也要加倍来祝福咱每一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予阮，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。阮特别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今日的经文会当看见，阮每一个属伫你的囝儿，拢是活伫新的天、新的地内面的百姓。阮的生命无要搁和过去的我同款。阮要对你领受一个完全改变、完全新的生命，总要恳求你的信心，常常来帮助阮每一位，伫阮的生命内底来成做阮的提醒，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常常用你的话来充满，常常会当行伫下你旨意的道路顶面，也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个你所祝福、你所欢喜，同时也通祝福别人的生命。主恳求你，甲阮每一位参加伫地。特别从今日要接受洗礼，要成做你的囝儿，这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因头前人生的道路。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阵，请咱搁来吟圣诗349首，圣诗349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对上帝的感谢，特别今仔日有真侪新朋友来到伫咱的中间，
因为咱领受上帝恩典满满，所以咱用金钱来代替咱的心意来奉献给上帝。你若是第一摆来，你无了解，毋免勉强来奉献。这时阵，请咱来奉献。请咱做伙起立。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得到你真大恩典，听头满满，互阮万项拢够额。虽然有人伫苦难中，总是因为凭着信心来到伫你面前，献上家己，献上一切。愿你的圣神加倍来祝福，才会甘心乐意奉献伫你面前的兄弟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上演510首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痛、信心的相通、扶持、帮赞，甲咱大家三个弟弟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垂肯。